相公，你钓到伊妖术啦！你看清楚，伊根本就唔是秋香。刘勇啊，秋香生在什么款，我根本唔知影。相公，我讲的是真实的，伊较早就是用这妖术搞大三工，伊嘛是用妖术害这秋香起笑的。你实愈来愈唔是款的，我无去听你讲啊啦，你走。原来你帮助我对付秋香，是为着你家己啊！你是一个孤魂野鬼，你偏心的抢我红婿。你这个赤白白，查甫人看到你就做讨厌，无甲伊配好，无要治你啦。至少，我甲配好两个人斗阵的时阵，两个人是足快乐、足幸福的。配好你讲对无？点去！骗我敢是你叫的是？太丽珍，你给我快去甲收拾起来！谢金，我加倍给你。局长，本人人在此，你认命。你这是做罪死咯！啊，唔去走！吼，我计是讲你外搞咧，想不到两三个你就好好出来。你这太戏阁好也真好呢，你有够戏哦！你哪安尼讲啊？我遐冇你害死呢？这个鬼魂这尔厉害，唔是咧普通的野鬼呢。拄则我走得紧吼，命都无去啊。我不管啦，规定吼钱你也给我收啊啦！你答应我的代志吼，你都要想办法解决啦。啥？佮叫去找伊哦？我真无想要遐尔早死。上加哦，钱佮害你嘛，你会去找别人啊？想讲哦，话佮讲再转来，连我都无才调对付啊！我相信别人我都无才调。刚刚我甲我家己的红婿让予伊，我是足份甘愿的啦。我真无简单，甲秋香除掉。今麦佫来一个查某鬼，来甲我抢红婿，刚刚无其他办法心。对，我无法度对付鬼，但是我总是用叫鬼来甲斗相共。太丽珍，你无才调掠鬼，招魂你总是有才调吧？但这唔较简单，只要你将迄个鬼魂的生辰离鬼吼查互我，就算讲伊伫阴间地府吼，我马上就去招。这唔是我咧操蛋，啊若讲就好啊好啊，你免讲啦，我生辰离鬼抄好就是啊啦。我定信息啊！华强啊，我跟你讲哦，是伊要找你，唔是我要找你哦。我跟你讲，我好人做到底哦。过来哦，是恁两个代志跟我无关的。太丽珍你啦，陆小姐，你找我来有啥物代志？搁万静，我就要去投胎啊！秋香啊，就是因为配合生命有危险，我唔再麻烦你。佩好，伊生命有危险，是啥物代志？紧甲我讲。配合实在是真爱你，伊逐工拢伫咧无情你陪伴你，想不到有一个叫做彩云的查某鬼，伊用的法术叫做是你，规工拢甲颠掉咧。彩云姐啊，是啊，我嘛有去求伊放过撇口，然过伊不但唔答应，而且我差点去互伤着。我伫想撇口，早晚一定会互害死的。哪会安尼啦？人甲鬼是袂当斗阵的，因为时间若一久，人的身体自然就会慢慢变虚弱。到时阵，就算彩云姐也无下手，迄好嘛会无性命。莫怪佩好的身体愈来愈歹。我本来计讲，伊思念你的关系才会安尼。但是嘛要安怎？万一佩好留三长两短，是要哪较好？秋香，你一定要想办法紧甲解救。好，我即摆就去求彩云姐啊，放飘好一条生路。也毋过，天光之前，飘好若无转来，表示我失败啊。到时阵，你一定要甲厝内的人讲清楚这件代志，想办法甲飘好带转来。
伫咧天暗之前，找一个安全的所在，互伊闭起来。你毋过迄查某鬼足厉害的，有啥物所在避开较安全咧？你会讲去找地公大师，伊是一个得道高僧，一定会当保护恁的。小勇敢有法度解救撇好咧？我已经伫咧想尽办法，互伊食饱。现在伊的身体也是同款，愈来愈虚咧。蔡文姊啊，你若继续安尼，伊会死去的。伫在生的时阵，我袂当得到爱情，即摆做鬼啊！才来享受到真真正正的爱情，艰苦，一定要我放弃伊，一定要我离开伊，不用的，我做袂到，我做袂到，我做袂到。蔡文姊啊，我求你唔通搁害别好啊！秋香，你毋是去投胎啊？为了撇好，就算耽误着我投胎的时辰，我嘛要来阻止你。秋香，你也知影，自从你离开了啊，撇好，你伤心啊，强要活袂落去，是我替你出面的，我替你安慰爱伊，互伊会当重新振作起来。你应该感谢我，祝福阮才对。你即摆颠倒来责备我，蔡文姊啊！你何款咧家己骗家己？你明明知影，偏我家己当作是我啊！你给我点去！我看你是咧怨妒，怨妒我甲撇好两个人感情遐尔好着无？蔡文姊啊！你若真心爱撇好，你就要替伊设想，哪会反倒倒来害伊啦？哼！代志已经到这了，我是无可能回头。若是撇好死啊，伊做鬼啊，阮两个人就会当永永远远斗阵啊！蔡文姊啊，你知影人若一死，我去投胎转世是为陪天道轮回。敢讲你真正忍心，我漂我甲你留伫阴间，永世不得超生。哼！准讲，阮两个人永远留伫阴间，永世不得超生。哼！我较赢过，我一个人伫阴间做一个孤魂野鬼。蔡文姊啊，蔡文姊，我求你唔通搁一辈不顾，放撇好一条死路啦！我愿意放弃投胎，留伫你身躯边风太你。我爱的人是撇好，我留你伫我的身躯边要创啥？你甲我点去，也嘛无，我就对你无客气。这是你逼我的，秋香，莫冲动。我知影我毋是恁的对手，也毋过为着撇好，我只要用我的原心，甲恁同归于尽。凭你也想要甲阮同归于尽？真正你要我生气，我即马就互撇好死！唔通伤害撇好！我即马就互撇好死！唔通伤害撇好！你哪会遐尼戆哈？我要哪会可能甲你同归于尽？好佳在我反应紧，无甲你同归于尽。即马我就甲
你封伫个亏心内底，互你看我，好两个人，恩恩爱爱，永永远远斗阵一世人。啊！阿妈，阿爹，阿妈阿爹，阿囝咱紧来救撇好，老要袂赴啊啦！是安怎？因为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伊叫查某囝甲颠掉咧，咱看伊身体吼愈来愈歹，老我紧甲救吼，恐惊会无命啦！哎呦，阿嫂啊，你莫那么七早八早，三日后白讲家己咧行家己啦。朱重，你会记无？顶下去找因阿兄的时阵，你毋是叫伊讲有人甲壁内面啦、洗衫啦，其实吼拢甲要一半尔，迄毋是人呢，是鬼啦，是我亲目睭看到的哦。啊，情形到底安怎？你讲好清楚啊！我一时我嘛讲袂完啦，规定吼配合去互查某鬼甲颠掉的啦，啊，我有叫人招魂呢，去找秋香吼，叫去救配合啦。真是有这种代志啊！真是的啊！啊，秋香要去救配合进前吼，伊有交代，伊讲天光进前配合若无倒转来吼，咱就海紧去带配合，啊去找这地公大师来解围，若无吼配合命保袂掉啦。真正是安尼哦！哎呦，阿妈，我哪可能摕配合性命来滚算笑啦？阿爹，注重，这届一定要相信我啦！好，相信你，紧来找我的金孙，紧来，紧来！我袂晓离开秋香的，暗时啊，伊也来找我，看无我，伊会烦恼。麻烦你甲地公大师讲一下，我连你再找伊开始。哎呦，因儿呀，你听阿妈的话啦，赶紧来去找地公大师啦。人伊是得道的高僧呢，伊绝对有法度吼替你消灾解厄啦哈。我想要来消灾解厄，秋香伊也袂害我。哎呦，阿兄，你家己也无小看歹者，迄三分无亲像人，啊七分亲像鬼啦。你留我较精神一个啦，迄半暝咧陪你哦，迄毋是秋香阿嫂啦，迄是查某鬼呢。我知，一定是你后白乱讲话对无？秋香在世的时阵，是有一日的机会无要甲你计较。我实在想不到，你都唔知要通悔改。我看爱去看地公大师的是你，归去，你做你讲好啦。阿妈，你看，伊的心吼拢去互查某鬼啊掠去啊啦！你只要甲讲啥物，伊根本都听袂入去。这是要安怎啦？秋香，我有感觉到你来啊，你有感觉无？我知啊啦。秋香哦，唔连暗时要甲我做伙，连这事哦都唔敢甲我分开啦。只是哦，无方便现身啦。我知一定伫附近啦。撇好，我拼这最后一点元气，嘛要指引你去找地公大师，希望你会当有感应。我真正真久要找地公大师啊，我即马要来找伊。不咯，阿爷，嘛咧奇怪，啊拄则讲无爱去，啊即摆说向讲要去。阿妈，我那遐哪会向？紧对来去看嘛！紧。诸位施主，请留步。平井甲董施主有几句的事项要参详。大师啊，袂用个啦，我那遐即摆头壳长。阿弥陀佛，董施主既然来到佛门圣地，自有佛祖来庇佑。诸位，请放心。那安尼吼，一切万事拜托地公大师啊！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董施主，拜我一拜。大师啊，阮厝里的人吼，唔知是安怎啦，啊，大家咧由头到面啊，啊，唔知咧烦恼什么货，麻烦你吼，家一点我明路啦。施主有自悲心，佛祖自然成全。
遐多。你真难得来到这个所在，平静也真久无甲你吟诗作画啊。实在真歹势，今仔拄无早来，无我连日吼，画一幅大模作书来送给大师啦。施主免道理，施主手内的窥视，都有施主的画作啊。平静，唔知有这个眼福来欣赏无？请多多指教。当施主的作画果然奥妙。阿弥陀佛，南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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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我来南无伫遮，阿弥陀佛。我来伫遮。是伊带你来。因魂秋香见过地空大师，若有冒犯之处，请多多原谅。秋阳啊，这到底是安怎啊？是彩云将我拍伤，甲我关伫你的窥视内底。我为着要救你，用我最后的元神指引你来见地空大师。若毋是地空大师用佛法替我安定我的元神，我早已经魂飞魄散，袂当搁甲你见面啊，相公。这彩云是哪要伤害你咧？彩云伊介意着你，逐暝拢变做是我甲你谈情说爱，就是因为安尼，伊的阴气介伤害着你，你的性命足危险的。加在有地公大师替你化解。多谢地公大师救命之恩。啊，煞落，我甲秋阳应该安怎做才好咧？阿弥陀佛，秋香是阴魂，无应该流传世间。平静是带念伊一片善心，所以才暂时留伫个世内。等平静将迄两个女鬼消化了后，再来超度秋香。多谢地公大师。